你甲看，即马有人咧拍老母，后人咧拍老爸，后人咧阿嬷拍老死，啊，甲真正有啥差别？毋知仁义之道嘛，毋知道德良心是倒位嘛，有人性，迄甲真生共款。原理就是讲咱拢袂啦，毋过咱第一代人无甲做好势。啊，所以个咱咧当，所以伫即个当中，伊甲咱讲，咱还有这天良存在。啊，再来。所以讲，有主甲你这四大是理念，深造先天大道。咱这先天大道，伊四串，伊讲不义、不义、不国、不我，这个较深啦。我简单解释一下就好。这个不义就是讲咱全凭生命用功夫，咱毋通无私乱想，咱的心是戒精，咱的灵是戒精，所以咱无私无类就是迄囡仔。我倒来了，像我即摆是阿孙的。放屎还佫袂好，放尿还佫毋啥哭。我倒来了哦，骂去。哦，食啊安尼，咱阿不倒。眼里就是啥？伊无输无，伊若巴肚枵，就骂，要怎样呢？所以咱若是共款，咱老人囡仔是，老人来就爱陪互咱迄个车厝出来。我倒来了就来食饭，食饱就来甲困，迄个时阵就来修道。这就是咱老人应该有的根本嘛。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是做稳定，唔通迄个意淫妄动，迄个妄语，迄先搞伊骂乱拍，不必，就是一听就自然，这多解自然，是咱的内心世界。你若咧三观若咧坐法，这个道行伊就运转，你这个精神四肢百骸，你就骹尾手尾就袂咧记。你看咱食酒老来骹尾咧记，手尾咧记，啥物原因？迄三观拢袂记。所以骹尾手尾拢袂记。我客人嘛无晓，即摆才开始做咧。无要讲我食药啊，我逐工咧食药啊，我就是真正有影。三宝咧今仔药我都无咧食，三宝无用，逐工嘛咧食药啊。都毋知哪会医惯咧吼，所以我就是好的保你知，三宝就保养，所以咱直接保养，直接保养吼。所以勿讲，毋通顾忌，毋通讲唔信这不信的，唔信你这个良心道，唔信你这个性命。无我，人家有我的存在，这个假我毋是真我。咱的道气独存，伊有这个道心甲天下的，因为体有大保赢，体有一个大体，叫做大本赢。咱这逐工嘛小本赢，所以这个小本赢是按照大本赢来，骹长起来才袂活，手长起来才拢会活，但是头壳长起袂活，所以你在世间这点大，这个小本领是咱的大本领留落互你，是。所以有艰苦，有破病，有拄着飞叫，有拄着喙叫。一声阿母，我足艰苦。既然你是孝子，老母心甘为师，在座拢是咱的老母，拢是咱的老爸。你若饲着好囝，若咧甲你要求阿母，我伫外口做生意，就失败，你的老师起来分我咁好，你敢会摕袂出来？你甲看咱今仔流浪这个世间，咱真正足痛苦的，叫天天问，叫地地毋知，是啥物原因来造成咱今日这款的运命？原因就是咱，这个大本领放来这个小本领。咱无甲天交共，咱天甲人无合去，良心道就无甲天有客气，所以你看叫天天问，叫地地毋知，拄着咱大难人潮，你看咱的前辈者，若拄着大难人潮，咱会做一出头，老母娘随光，随感应，咱在座有法度做较这款的无？那安尼这就是咱老母娘的孝子，这叫做感应。有必应，道则真，理则真，天命则真。为什么咱会修袂清？是因为咱的心去跑去，找倒转，互我一只小插曲。这个感应偌难听，我的感应足多，相信咱在座老菩萨感应嘛真多。我顶礼拜去旅游，旅游要翕倒，咱。为了帮助就通知点公司，讲要点倒，咱无要紧，
要准备即个功课。啊，咱随时随地拢要准备功课，因为咱个功课真济。啊，咱妈妈一定要逐工研究经典，逐工写，逐工学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一个人摕来注文10块牌啊，啊，鼓励牌啊10块，一块800块，啊10块8000块。啊，咱一即个10块牌啊写起来，甲传转去用做。咱毋知影咱写10块，写100块。啊，结果呢，10块共写100块。咱今仔日人摕注文10块尔，咱共做100块，迄100块要是交偌倍啊？无人要滴。咱今仔日做100块爱8万块，咱偌一工要赚到8万块，做一个月嘛赚到8万块。为虾米我哪会遐尔疏忽？我老公甲我后4个拍电话，我都要袂晓。要轮班，调点段书去点倒。啊，讲10几个，啊，咱嘛要想讲要来学煮，要来煮饭食吼。啊，咱就一定点段书到倒，咱一定爱到倒的吼。啊，一个车顶，咱的囝就骂我讲妈妈，你是安怎做啊？人要10块，你共做100块，你是安怎啦？哪会安尼啦？咱的囝就较客气，袂敢伤骂。啊，来咱到迄个老公就无共啦。你这头壳歹去啦，看书看较少度啦。我讲我毋咧看阿厝呢，讲你坐车游泳看风景，我是游泳看风景，我较早少年坐车袂忝的，即摆食人坐车真正足忝的。伊生气哦，就骂啊！你10块你用做100块，你纯粹你人摕去倒去？你要家己了去啊？哇！本来一个心情啥安尼平平静静，向拢等石石头落去，砰一下，安怎？石头大粒弹落去，细粒咧弹无感觉，大粒弹落去，砰一下，碎牙起来，心肝足歹痛。无人妈大嘴开开，咱来遮糊涂，10块共做100块，搁了啊侪钱，无怪人骂。即摆点段书去参加，因牵刀做头前嘛，我牵刀做后壁嘛，点段书来参加。阿母自卑的啦，迄100块叫咱头家拢摕底去啦，我是要安怎？心安尼想啊无啦，心咧想啊无啦，拄着伊来就真侪想想老母啦，老好看咧好好食，拢袂晓想老母啦，对毋对？拍拍手。在座，你老好康咧食，拢家食，吼，我嘛是安尼啊，但是我安尼。参加安尼甲老母讲，阿母，宝贝，互因迄100块拢摕起去，互因100块拢公司拢来摕起去。是嘛？安尼讲参加了，就来经理讲来摕去食，来摕去食，来摕去摕去食，啊，就咱厝路就泡茶，啊泡茶，搁一人摕一杯茶，迄杯茶摕来要食的啊。咱老公看到了啊，咱100块迄头家拢摕起去啊啦，你免烦恼啦。我目屎流呢，我真感恩着咱老母，咱正感恩对我遮照顾。啊，无我倒倒下先啊，唔知要食迄长毛鸡，要变要长毛鸡。8万呢，讲你免烦恼啦，不过还要甲安全衫，我咧烦恼，伊不烦恼啊。迄8万甲8,000差真济，伊佫讲你免烦恼啦，人咧头家拢摕摕去啊。啊，我有灵感，我毋是看老师。我毋是游泳咧看风景，所以老公就知影我即个毋是不老子，伊就甲你讲定。在座老菩萨，你拢有拄着即款的苦酸苦涩。你若今仔日有心向道，老我袂孤单，老我袂孤单。我的爸爸妈妈车祸，老爸心脏病急救，咱就安尼人一个坐飞机。要去医院，老爸讲要急救，咱要坐飞机了，人咧甲咱讲，咱要坐飞机去到迄个这国际机场不吐。人搁拍电话讲咱老爸已经要离开啦，叫咱就转转去。现金机票拍好，要上飞机要新加坡啊，你叫咱倒转来，我讲可能。我讲，我即回已经要来新加坡。我老安尼阿母自卑嘞，后尾我死了，我转来到我死了，我怎么去？我爸爸怎么要出勇气？我袂使讲我听着，我听着阿公。哦，阿母自卑啦。我即久要来新加坡，后尾讲迄个尾个嘛，
厝边个啊，帮忙个啦，老爸问我转去啊，我见会着，无伊佫留13万啦，佫一个我留过面啊，感恩呢，感恩，真的很感恩，所以我真正是讲，感恩，你若是一个孝子，咱这小本娘甲大本娘是连做伙的个啦，真个会叫假的啦，袂互咱这流浪犬来三命话啦，所以一只天天合约，回家的时阵加工好好。过来，说这回用，这回用我简单讲，我后壁要教咱唱歌嘞。我这简单讲就好，因为咱这回乡袂使偌济吼，会使过工就倒转去，袂使偌济，这是小细回乡事咯。恁即马知影，咱实实要做，但是咱要倒转来，咱来参会前前，甲咱来做过错，往昔所做的做过错，咱拢参会，咱来做过错，咱就来咱来偷清起来，哦，所以一只咱毋歹讲，一只知影。咱讲，然后越做越坚信，用咱为人生咯，做甲地位当人生当体当在心中。地位若生做就灭，地位若灭做就生。明知影做毋好，咱偏偏甲做咧亲，有无啊？咱明明讲这毋好啦，这袂使做啦，这讲人是非毋好啦，这骂人毋好啦，这受气毋好啦，咱偏偏甲伊咧亲。累世不去解脱，拿出来。所以咱的坚信就是无明的心，咱的坚信就是无明的心。虽然早暗有缘有无，在座恁老菩萨有佛堂无？我佛堂的人上天有佛堂，拢爱去献香。咱河会盘，开放到即久30年，咱的河会盘的现在总是，若有人出去说大，就直直拖出去吼。换出去说大，基本年财拢20个。逐个人烧香照温柔，无长。我毋是遮讲大口，在座做人才做单主有烧香有20个有10个有15个有3个5个。这就是咱今仔日为虾米爱去烧香，就是要甲你往昔所做的罪过错拢甲忏悔清清。毋甲我有情忏悔彻底改过自新当入天盘，啊无你是有虾米资格还阁去天盘？有虾米资格还阁去天堂？规身躯乌嘛嘛罪过错袂消。是要咱转天堂，逐工咧做事。你看看咱拿走白太太，迄翁仔某偌诚心，真哪巧来到咱户外遐烧香，爱搬2点钟的路，初一15，真哪巧来到咱户外遐爱搬2点钟的路，坐2班车才会当到户外遐，无论风台，无论做大水，翁仔某烧香无着。这个款的精神，咱总有法度好学习。我为虾米拿到咱太太在场，而且起来互看者？咱大家来起来，到我者。你甲无看有影无？有当时伊较早咧搞风传啊，就是咱这厝边啊，咧邀一个囡仔，甲咱遐派一个囡仔，来甲招囡仔趁钱。今仔日来我遐烧香，初一15我讲风台遮大，你毋好来，你嘛是来。伊无少风台大，因为在烧香就是这个道。所以在座恁若是共款。烧香就是袂使干，初一15烧香，早暗烧香，佛堂搬做便大烧香，拢叫囡仔烧香，这做过做一大堆，毋知啥物工。咱的佛堂搬做每一工爬起来，一定爱足虔诚的心。咱的护法界当爬咱香啊，若无人看到你这大做细细算算，哎哟，咱讲好人安尼，来到遮乌乌吵吵。咱这佛堂若乌乌吵吵，咱这人顶就红去啊啦，因为这个假的嘛，这佛堂这个有名的境界，就是你有所光顾，就是咱的心，咱这灵灯，咱这佛堂，咱这自身的佛堂无公平。所以你自身的佛堂袂公平，你对外口佛堂袂重视，袂重视。所以老菩萨，我一只咱门口，一定爱清茶，爱烧香，爱参悟佛经，解决自身，自从咱的无明甲去掉。你看咱逐年拢咧忏悔，有无？咱逐年拢咧忏悔。咱为虾米逐年忏悔？要借着佛经甲咱扶持。小往昔所做之恶，我今必定开忏悔。这就是咱无明的种子。咱这无明的种子来做了三毒、贪、嗔、痴，来个这个无明的种子来做着这个三毒因，三毒就是地狱的种子。所以这三毒地狱的种子呢，咱爱知影，就是讲根就是像一张树啊，一张树啊，伊若说根一条，伊的树尾是树仔尾是有落万叶的。所以咱就知影，这个
个三毒因，所以三毒第一毒叫做贪，在座老菩萨恁着贪心嘛，恁拢袂啊，若拢咧布施，啊，毋过布施布会出来，阮若对着人安尼，咧创啥物办桌啦好啦还是讲佛堂也好啦啊，若来到佛堂啊，我想我包一摆菜咧，顶来陪顶来食，然后出去是无要紧啦有当时拢会过头，即款的观念爱改掉。咱做咧做咧，咱若讲人家过食，若讲啊，逐个包包倒食，啊无要紧，咱若包两包袂哦，包较大包来，包起青的哦，包小的哦，包较大包的青的来弄水，这就是咧布施。啊无咱食人较济是咧用的了，所以咱这个贪爱改掉。啊，咧贪就是咱心平。来，搁摕这个贪第一点讲贪，少年的第一点讲贪啊，所以咱这个贪第一点先讲，这个贪就是咱的心平啊，善，咱的心真善。咱无佚佗啊，咱较早人挂出来开时，拢是佚佗啊。咱无佚佗啊，老底啊，咱的心平叫做无量，量大真无大，咱的心量真低，咱的心无阔，所以咱的量就是。啊，心若细，啊就贪，会健康。咱人善，善才会贪啊。好业金银满大厅，钱银满大厅，袂用善。像咱咧挂七啊，规厝景拢在七啊，你会爱七啊吗？规厝景拢含钱，你会爱含钱吗？因为就是咱无，咱才会贪。所以咱今日修学道，咱的心量爱放大，有甲叫咱布施，就是将咱的心的量像海。像海，咱就成如海，福如东海，咱就成甲放大去。咱毋通要去求，讲我求这个道，就是要保平安大趁钱。我拄仔咧甲咱讲是，咱每一个拢有一个佛祖，咱这个佛祖呢，咱一定甲天龙会通用，毋免去求。所以有求就是苦，无求就是乐，咱就是拢爱求，所以咱过一真艰苦的世界。所以自私自利，因为这为什么咱会贪？就是咱的色神智疑性贪，敢毋是成乐？咱的色神，咱本来原神，活到后天变色神，所以咱色神是轮回经济，所以叫做公文。所以轮回的经济，所以咱即摆爱转世为定。啊，这个原神咱顾好，伊智灵，伊足灵感，但是呢，伊真空，因为就是因为落伫后天落来，就是有这目睭看鱼仔、听平常福音，所以咱今仔日这罪恶，老师甲讲有罪恶，拢伫咱的心贪内，贪欲，因咱人都有生就有死。因为这就是这欲心啊，这欲心说为着要讨烦恼，所以袂记迄个佛祖，原理是安尼。所以咱今日做大牺牲奉献、布施供养，这个就是咱今仔日内心世界应该爱服务的对象。安尼搁讲，即摆讲气，气就是咱内心世界的精进，也就是咱遇到代志，因咱这日世所做的因缘，咱日世所尽的这个精进，所以咱人咧气叫做称心。称因啦吼，称啊，这个称叫称因，所以你甲看，在座拢老菩萨，过去互人欺负的你都会记，拢记牢牢。过去有王受因的恁会记，袂记了了。所以咱过去算去拢记过去，算去拢记过去。啊，所以这个记的愈来愈歹，但是伊歹的拢袂记掉，这轮回真是。啊，你敢听有？今仔人是日头去，啊，毋过咱歹的拢记掉。好也去，歹也去，这拢轮回经济。所以咱在参会前面，就是要甲咱做称信心，甲咱做过去所种这歹经济，拢要甲参平好。这个就是咱今仔日爱知影讲，咱这个称会安怎来？来，搁去。咱这个称会就是按咱的讲去，咱全凭心意用功夫，因为咱的心妄动，啊，就攀缘，伊拄死人啊，这我的囝，这我的翁，这我的生，这物件我买，这拢我的，这哪是你？照你大，照你大，对毋对？但我看袂几啊，看袂大少年做甲人，你叫我动，我动袂落。因为这仔衫穿太暗，一时间咱穿袂几，所以穿袂其实愈唔好看。所以你若穿会落来，逐工穿，逐工穿。这仔衫放我较轻松的，放我较严的。这仔衫放袂严的，穿真好看。骹踏手打咧很好，唔免讲人为四百生活，安尼泰山。所以真正咱着讲去制度、加生活，敢是成功？为着要食饭。为着要食饭，为着要生存，所以咱就爱贪，就爱这个武器，这个称因。人若无学我意思，我就安怎？人不学我意，我就不管。爸爸妈妈，我要爱你钱，你财产分互遐，佫无分互我
做你不管，你甲管咱清醒个，袂个就去食啊，做人啊就苦，大领就分，一分我就分，我就分2年，哦，就剩成拢兄弟毋着财产就计交收财，我不管，我欠你2条，你内底有兄弟也无好用，足济，有迄同事也无讲话，足济，为着啥？无效我，我不效人伊，不效我伊，无效我会就我不落。后壁老母你今仔日大影分啊济，小弟分啊少，免食啦，要食好生家己学，对毋对？所以即摆老较少生活用地互爸爸，好地互爸爸，厝对爸爸嘛较囝人囝家己豆豆开，如果落囝食出咧老对毋对？无若无食老咧请费用咯。就是啊，啊地位啊摕出来，分落囝就分互阮咱做这大汉的、大间的、细汉的、细间的，啊到时相拍咱做倒出。所以一只咱唔通有这个偏见的心，唔通这个偏见的心，咱的中道就是老母娘树迄个中道，所以咱的天性介乱、介动心，所以咱袂使动心，咱动心爱忍性，所以爱去修做人啊，恁不孝我，我无用，恁做拢袂合我意思哦，我无用，我知影对照我讲。我不合人意，我做恁袂介意，是我无德，我德性无够，所以今仔人袂好我。仓位情深，改过自身，当作天官，这就是说，好来。哦，七就是明知故意冤，明知影这做唔好，明知影这唔好，我偏偏啊唔改，无意是要甲我安怎？明知影骂人唔好，明知影笑人唔好，我食菜顶下嘛，我真侪人会笑人啊。哦。食菜讲食菜嘛，当时是着骂人骂人，明知骂人唔好，笑人唔好，明知食粉唔好，食菜哪个人要食粉？明知歌曲唔好，食菜人嘛有人讲加加甜甜的，对毋对？迄明知早是故意冤啊，这个无耻。为什么咱人会无耻？就是咱的冤情无守，咱的冤情。所以咱求道第一步是传人父母同，就是要互你普度合同，就是以这个天道心同心。因为咱的冤情若是去变罗情，活着就变变罗情，所以罗情只有基性痴，所以众生无痴。人会甲咱讲，你这众生拢无痴，因为就是空嘛，空是北方人为上水，上水，所以天是生水，地是生火，所以生这点真水叫真情，所以这个真情来着咱这个人这个肉体，所以咱这个人这个精血，精血就是咱人的生命，所以你身躯袂使离开水，你的身躯袂使离开水，咱这个。无敢若底头有，这个世间像世间，这苦心苦是世间，这个世间8分之7的水呢，因一天袂使无啉水，所以这个就是咧甲你讲，咱这个冤情报好势，咱咧报仇冤情爱冤情利用，咱无法度。咱只看到穿着几，看人咧穿水衫，看人咧晒脸面，你甲讲，咱的心就动啊。所以这就是咱的冤情无过，咱冤情无过，老祖甲咱讲爱报缘属命，所以传人先求道，一讲先传你这个。有无啊？恁报名啊，侪还袂入关，就是传你过啊。葡萄条，你食葡萄条吗？无当心的，伊即摆叫你无食，无食。葡萄条，对毋对？咱大神怎排葡萄条？恁有葡萄条啊？无落去，落去，哦，所以报缘，所以报那个缘头所在这个因，哦，因就是道，哦，所以咱妙地众生，三毒不断，轮回不绝，只要伊改变未来无期，超过这个三界。改变为咱有啊，会使伊当初甲咱讲，修戒律，诸恶不作，臭相忘形，这咱就是戒律啦。第二，爱定心；第三，就是咱的地名经、光明经，大家爱加油，大家爱加油。好，过来。第四点，哦，即摆要唱歌，哦，我拼快车，20分钟咧来教你唱歌，我想来唱歌，但我首先要叫你唱吼。这条叫做我的叫你潇洒。